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星星節楊勇，歡迎大家收睇我哋頻道。今日嚟到咗光明嘅鳳凰城，成個光明最中心嘅位置，帶大家睇一個地鐵上蓋、商場上蓋、民水民電通天然氣嘅公寓產品，有露台，仲係國企開發，即刻買可以即刻收樓嘅。咁我身後咧就係地鐵6號線、13號線嘅鳳凰城站啦。搭地鐵2個站就可以到高鐵站，高鐵30分鐘可以返到香港嘅西九龍。6號線8個站可以到深圳北高鐵站，坐高鐵返香港或者去全國旅行都好方便嘅，仲可以轉返4號線返到去福田口岸。咁13號線係可以直接到深圳灣口岸，大概係50分鐘到嘅時間可以到得到。除此之外咧，以後13號線可以到西利高鐵站，係成個亞洲最大嘅高鐵站啦。屋苑樓下係有香港嘅直通巴士，可以到港島，可以到九龍、東九龍、離島區，包括去到香港國際機場都可以到得到㗎吓。屋苑樓下咧仲有直達到寶安國際機場嘅巴士添，所以佢呢邊嘅交通係非常之多樣性同埋非常之方便嘅。商業咧，屋苑自己樓下有5.5萬方嘅萬達廣場，咖啡、奶茶、食飯、行街、購物、睇戲，或者係買金飾啊、買手機啊。衫褲鞋襪啊，呢啲全部都係有齊噶啦。屋苑對面咧，仲有一個10萬方嘅藍鯨世界，所以一落樓咧就有15萬方嘅商業啦。搭地鐵1個站可以到長鎮，有一個 N 次方。地鐵3個站咧，又可以到光明嘅大千里啊。所以其實周圍嘅配套係好完善嘅。醫院方面咧，1個站嘅地鐵就可以到光明嘅人民醫院啦。3個站可以到深圳最大嘅中醫院，4個站咧可以到中山大學附屬第7醫院。學校方面有曙光學校，有深圳實驗光明學校。咁呢邊嘅休閒配套都好多，屋苑樓下咧就有開明公園、新城公園，4公里範圍內嘅話有科學公園、有明湖公園，包括虹橋公園，呢啲都係好有名，而且係環境好靚嘅公園吓。咁屋苑周圍嘅話，仲有藝術中心啊，包括光明嘅政府啊等等，都係喺呢一個範圍內嘅。咁而家我哋睇嘅呢個屋苑咧，佢係有酒店、有寫字樓、有商業、有公寓產品，有2座公寓賣緊。咁佢係44層、7梯16伙以及7梯18伙。而家賣緊嘅單位咧有37方以及48方，另外70至76方嘅2房，仲有96方嘅3房2次嘅單位都係有噶吓。咁國企開發全部都係現樓噶啦，即刻買去即刻收樓。物業管理費咧就係4個半，停車費咧就係250蚊一個月。咁而家嘅話，發展商係冇大裝修，但係我哋公司咧依然會額外回贈3年嘅物業管理費嘅。跟住鏡頭上去睇翻戶型間隔同埋示範單位。上到嚟實體嘅示範單位，呢個係37方嘅單間，左手邊呢度係做咗一個開放式嘅廚房，可以擺翻3層嘅雪櫃。咁交樓時候係無批啊，到時候自己裝修設計就 OK 啦。對過嚟廁所呢邊咧，洗手盆淋浴區呢邊，如果想做乾濕分離，呢度可以褪出去少少都可以。對過嚟餐廳客廳部分咧就擺咗個好長嘅梳化，咁其實唔使擺咁闊又得，又或者呢度咧直接改翻個吧台咁樣嘅設計又可以。睡房區呢邊嘅梳化咧就係細啲嘅，我哋其實可以擺翻個闊啲5尺嘅成品床都可以3面落床。呢一個闊度咧係有3.5米嚇，可以睇到呢邊做一辣嘅櫃咧都有足夠嘅空間，都係比較闊噶啦。對過嚟嘅露台。咁呢邊露台可以擺洗衣機啊、晾下衫都可以。而家呢個座向咧就係向翻東面嘅樓間區，其實都比較闊，可以望到啲園景啊，望到啲公園嘅景觀。如果高啲嘅樓層咧，望出去景觀視野會更加開揚。咁而家另外一個座向咧就向翻個西面啦。而家呢一個嘅總價咧就77萬至83萬之間，首期係24萬，月供10年咧係5391蚊。側邊仲有個48方嘅。再睇睇，呢個係48方大少少嘅單位，左手邊呢度係廁所。比啱先嗰個都會闊啲，如果想做個玻璃乾濕分離嘅話，都係可以做得到。洗手盆呢度空間都係闊落㗎吓。咁門口呢度咧就有一個鞋櫃嘅位置，唔算話好闊，但係1-2個人住咧其實都夠用㗎啦。咁對過嚟就做咗個客廳，可以擺翻咁樣3人位嘅梳化，到時候擺55寸嘅電視其實都可以擺得到吓。咁對過嚟呢邊嘅話就有一個凹入去嘅位置，你可以咁樣設計，下低咧就做個吧台。
臨時嘅餐台，上高就可以做翻啲儲物櫃。呢一啲款式咧就唔算話好靚仔，就比較舊款啦。到時候我哋可以做翻更加靚仔嘅款式，最新款嗰種。對過嚟廚房呢度係緊廚嘅設計，呢度可以擺到雙開門嘅雪櫃嘅。咁而且呢個廚房咧就 L 型㗎啦，兩個人喺度煮食咧都係冇問題。咁最重要係有一個生活露台。所以係可以做到明火煮食，有埋燃氣嘅熱水爐啦，燃氣錶都係有㗎啦。咁呢個位置你封窗又得，又或者咧直接喺度晾衫擺洗衣機都係可以嘅，通風採光都唔錯。而且呢一個位置係向翻東南位，我哋可以睇到呢邊就係萬達廣場啦。食飯啊、做尖啊，或者唱 K 啊、揼骨按摩啊，呢邊全部都有齊嘅。咁呢邊咧就係美爵酒店啦，樓下嘅話就係可以坐車翻香港啊，去到寶安國際機場啊，都係可以坐得到。樓下嗰啲銀行啊，全部都有齊嘅，所以呢邊嘅商業咧真係好方便，自己一落樓就咩都有齊啦。咁第過嚟睡房區呢度咧，擺翻5尺嘅成品床，三面落床都係舒適嘅。最緊要佢呢一個闊度係有3.4米嚇，所以可以咁樣做翻個衣櫃嘅設計，其實都好用。咁呢邊咧仲有一個全景嘅落地窗啦，呢個景嘅話就同啱先我哋露台望到嘅景係一模一樣噶啦。啱好前面係商業，所以佢呢一個樓間佢相對嚟講都會比較闊。喺呢度嘅話採光啊呢啲都係比較靚嘅。咁而家呢一個總價咧就93萬至107萬，首期咧係28萬，月供10年嘅話係6611蚊嘅。再去睇大啲嘅單位。呢個係76方兩房嘅設計，左手邊呢度咧就係餐廳嘅位置，可以擺翻4人位或者係6人位都係 OK。對過嚟廚房呢度，到時候我哋要做緊廚，因為係有窗可以通到燃氣㗎。呢一個空間其實都係舒適嘅，兩個人喺度煮食咧完全都冇問題。咁到時候呢邊就可以擺翻個3層嘅雪櫃啦。如果你想再闊啲，其實騰出嚟少少又得，因為毛坯交樓嘛，就由得我哋自己點樣設計啦。咁呢個屏風咧，自己中意就可以做翻，唔中意嘅話就唔可以，唔使參考呢個設計。咁門後邊係有一個鞋櫃嘅位置，都比較闊嘅。咁一家幾個人嘅鞋都可以擺得到噶啦。呢一個單位咧叫雙龍抱珠，中間就係廳，兩邊係房間，呢邊係主人房嚟嘅。我哋先嚟睇下廁所部分，做咗3電式嘅設計，洗手盆喺出邊，入邊咧就係坐廁同埋淋浴區。淋浴區呢個空間好闊啊，呢邊都有1.5米嘅呢個闊度嚇，可以做到乾濕分離嘅。第一個房間咧都好舒適，有3.4米嘅闊度，可以擺翻5尺嘅成品床，三面落床。咁佢呢一個窗都靚仔啊，全景落地窗，可以望住好靚嘅公園景觀嚇。咁呢邊就可以擺翻衣櫃啊，同埋梳妝台咁樣啦。對過嚟睇下客廳位置。而家佢擺咗個4人位嘅梳化，都好闊落嘅。咁電視咧可以擺大少少又 OK，因為佢呢一個空間其實都有2.9米，整體嚟講都算係唔錯。對出嚟露台呢邊都好靚仔啊！呢一個露台咧係同主人房連通，有5米長，望住呢一個景觀更加之開揚。而家呢一個咧就係向西北嘅，前面就係開明公園啦。咁無論係一年四季咩天氣啦，都係望住咁樣綠油油，都係咁樣冇遮冇擋噶啦。所以望呢邊咧，無論係咩樓層，都係可以望住呢一個公園嘅景觀，係非常之寫意嘅。喺呢度睇多啲啊，可能近視都會好啲。咁對過嚟呢邊咧係我哋主人房，呢個主人房都好靚，擺翻5尺6尺嘅床都 OK，因為佢呢一個深度咧係有4.4米嚇，所以呢邊直接做咗咁嘅衣帽間嘅設計。好難得啊！你70零方嘅兩房主人房可以做得到咁大，我覺得呢一個係非常值得點拉嘅。咁而家呢一個嘅總價咧係150至170萬之間啦，首期係45萬，月供10年嘅話係10680蚊嚇。隔離仲有一個再大啲嘅，繼續睇睇。呢個係96方嘅3房2廁，係單邊位嚟嘅。咁左手邊咧，我哋先嚟睇下廚房。呢個位置咧就唔算話好闊啦，深腰型嘅設計。呢邊就可以擺到雙開門嘅雪櫃。咁如果覺得呢一個廚房唔夠嘅話，呢度係可以騰出嚟少少，因為毛坯交樓，到時候可以自己設計翻。餐廳呢邊咧可以擺翻4人位或者係6人位嘅餐台，都係可以擺得到。佢整體嘅呢個空間都好闊落。咁門後邊呢邊都可以做好闊嘅鞋櫃位嚇，嗱，一家3、4口都可以擺到啦呢啲鞋。
對過嚟客廳呢個位置咧係有3.3米嘅闊度，梳化可以擺長啲都仲 OK， 電視咧可以擺大啲嘅，75寸都可以擺得到噶啦。而家佢呢埲牆，如果到時候你想剝嘅話，都係可以剝得到。我哋出嚟睇下露台嘅呢個位置。咁露台同樣係同房間咧係連埋一齊嘅，所以比較長。望出嚟咧都係公園嘅景觀，同啱先嗰個坐向啊、景觀啊，基本係冇咩太大嘅分別噶啦。咁呢個嘅話都係向翻西北，以北為主噶嚇。咁另外一個坐向咧就係向翻南面啦，所以佢係兩邊都有坐向。咁對過嚟，我哋睇下第一個房間。呢個房咧係可以做翻個睡房，亦或者做翻個書房都係可以。呢埲牆係可以剝得嘅，所以如果你想要成個廳更加大，唔需要咁多房嘅話，呢邊都可以改一改。對過嚟廁所嘅位置。廁所係做咗3電式嘅設計，洗手盆喺出邊，入邊嘅淋浴區啊同埋座廁都 OK， 都係屬於比較長型嘅。咁呢度嘅話就唔算話好闊，但係做玻璃都係可以做得到。第二個房間，呢個房咧係有3.3米嚇，呢一個闊度咧係有2.3米嘅，所以你擺翻5尺嘅床咧係可以擺得到。呢一個床就係偏細少少啦，擺大啲都仲可以擺得到。佢呢一個景嘅話都係 OK， 右手邊同樣都係可以望住公園嘅景觀。咁對過嚟睇下我哋主人房，廁所呢邊就好光猛啦，感受下，同埋佢淋浴區嘅呢個空間都好闊落嗱。企到2-3個人都係完全冇問題嘅。咁而家呢邊嘅景觀嘅話，就係同啱先嗰個房間一樣啦。望住右邊呢邊都係公園嚟嘅。嗱，前面睇到中國建設銀行啊嗰啲，全部呢邊都係有噶啦，好方便。咁我哋對過嚟睡房區呢邊係可以擺翻5尺嘅成品床，3面落床，有全景嘅落地窗。咁呢邊凹入去嘅位置咧係直接做咗個衣櫃嘅。如果想要呢一個主人房更加大咧，就可以呢一埲牆剝咗佢。剝完之後咧，就同隔離嗰個書房咧就會更加大啦。咁又或者咧，書房嗰度分兩半，一半係用嚟做客廳，一半用嚟做我哋嘅主人房，都係可以嘅，因為佢唔係承重牆嚟㗎嚇，就比較簡單啦。咁而家呢一個總價咧就206至220萬啦，首期係62萬，月供10年嘅話係14,647蚊。會員間隔睇晒落去樓下同大家做翻個總結。落到樓下同大家總結翻項目嘅情況。咁不足嘅地方咧就係毛坯交樓啦。有啲朋友咧因為對國內嘅裝修唔係好熟悉，就好怕麻煩。咁其實有容係我喺度，大家唔使驚，到時候容可以全程幫大家跟進。咁我其實都幫好多業主跟進咗好多裝修，好多業主都係好滿意嘅。國內嘅裝修都比較平下，所以大家係唔使擔心呢一個問題啦。講翻佢優勢方面啦，首先第一個現樓即刻買可以即刻收樓，又係國企開發嘅，相對嚟講咧都係好有保障啦，大家都唔使擔心。第二個就係佢呢邊嘅交通。地鐵咧就喺自己嘅屋企門口，超級方便，而且係有2條地鐵線喎。6號線無論翻到去深圳北站、高鐵站，咁13號線咧可以到深圳灣口岸，可以到西利高鐵站。樓下咧又仲有香港嘅直通巴士嚇，無論你翻到好似九龍啊，或者係翻到去港島啊，係咪啊？旺角啊，翻到去中環啊，都係好方便嘅。所以呢一個交通可以話係成個光明最方便嘅，就係呢一個位置啦。咁第三個咧就係商業部分都好靚仔嚇，屋苑樓下自己就有商業，你基本一落樓就唔憂食唔憂着噶啦，買衫褲鞋襪啊，買手機啊，咩糖水鋪啊，食下火鍋啊，飲下早茶啊，宵夜啊，咩都係有嘅。對面又有10萬方嘅藍鯨世界，你就算係搭地鐵出行，呢邊都咁方便，一個站又可以到長鎮 N 次方。4個站咧又可以到大千里，所以其實呢一度嘅商業啊，周圍嘅呢啲配套其實都好多。咁另外咧，佢呢邊嘅生態環境都係非常之唔錯嚇。屋苑嗱，對面就係開明公園噶啦，新城公園大概都係700米到嘅。咁如果你話4公里範圍內嘅虹橋公園啊、科學公園啊、明湖公園啊，呢啲環境又靚，而且嗰個地方又大。咁本身成個光明咧，佢嘅環境就係靚嘅，佢嘅整體嘅生態環境咧就係多，休閒配套就係多。所以你如果退休喺呢度住嘅話，休閒方式係非常之多嘅。咁如果你話考慮出租嘅話，
好似37方嘅咧，租金大概可以租到2700至3000蚊一個月啦。回報率回落嚟嘅話，你加埋裝修嘅費用，大概係3.9到4.2厘度嘅嚇。其實呢一個回報率都算係 OK。咁當然，如果你真係好怕麻煩，又想要商場上蓋、地鐵上蓋嘅呢一種公寓產品，可以考慮翻星河天地。咁而家剩翻啲貨量都唔係話好多。而家佢賣緊嘅單位咧，好似43方嘅呢一種咧，總價大概都係83萬到就可以有得成交，都係現樓。今個月底就係可以收樓噶啦。樓下咧就喺6.5萬方嘅星河 Coco City。咁如果想要揀性價比更加高嘅，可以揀翻松茂裕城13號線，都係坐多一個站，可以直接到月亮路站過去就 OK 噶啦。咁嗰邊咧就唔係似呢邊咁旺，但係嗰度性價比好高。35方嘅單位咧，帶埋裝修都係72萬到就可以有得成交，全部都係現樓嚇。所以其實每一個屋苑咧都係各有各好嘅。你如果想要更加旺啲，價錢就會貴少少；如果你想要性價比高啲嘅，咁其實我覺得坐多一個站都係冇咩關係。咁當然啦，無論你係想嚟到呢邊睇睇，或者係其他屋苑睇睇，又或者係全深圳邊一個屋苑想買、想睇、想租，都係可以聯絡蓉蓉。上方係有2個二維碼，可以掃描添加我嘅 WeChat、WhatsApp 或者係打電話。咁到時候蓉蓉咧都會揸車去到各大口岸接待大家，成交之後都會額外回贈3年嘅米管理費，或者係家私家電大禮包26件套。如果覺得今日嘅節目都唔錯，唔該幫我點個 like 啦，多謝鼓勵。身邊有朋友需要咧，都可以幫手多多分享下，多謝大家嘅鼓勵同埋支持啦。咁無論係深圳、惠州任何區、任何盤都係可以聯絡我哋，因為我哋全深圳、全惠州都係有免佣代理嘅喎。今期節目就差唔多啦，關注蓉蓉買樓更輕鬆，下期見，拜拜。